开始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红送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今日要甲咱讲的就是卫生。哦，这真重要哦。哦，即个大电视啊讲，卫生足重要。啊，尤其咱食物件爱足水的，大身的手洗好清气，然后再来食物件。遐若无吼，食规巴肚拢细菌。哎呦，热天外口的冰吼，尽量较莫食咧。因为有的人迄有拢个结咧冰啊，要含加冰，迄等于冰干吼，那个很危险的。有当时伊无一定水有下过，搞不好伊就赶要做生理做用自来水也是安尼。无啦，即马较有卫生啊。啊，无有大肠杆菌呢。啊，就甲大肠杆菌足恐怖。这真恐怖了对。迄大肠杆菌吼，就是嗰啲物件臭扑的，还是生菇啦，还是讲过霉啦，迄款会滋生迄个大肠杆菌。啊，大肠杆菌你敢听4字是无啥物，但是你若搁深深甲了解了，足恐怖的啦，偌恐怖，会演变掉感症。哎呦，这真恐怖啊！安尼真正爱注意。阮囝嘛捌得迄个肠病毒啊，这可能甲卫生有关系。我所以讲我热天时啊，我青的物件我尽量不爱食。是啊，你看日本之前报纸讲啥物个生牛肉食死人，恐怖。我跟你讲啦，像这个物件，伊就是无激素冷冻，无激素冷冻也是困了，也无法当来杀死。你若激素冷冻了，摕出来算沙西米，3、4片嘛，沙西米，所以你就甲赶紧甲食10分钟过来甲食完，唔通搁放喺遐就开始滋生细菌。哦，啊，若食完则要叫个这个。但是我也是感觉吼，尽量煮好少个食啦。是啦，是啦。啊，搁有咱讲洗手啊，咱食物件迄筷子啊，咱来当随身炸咱的环保筷。比如讲，咱今仔出去，咱差不多会食2顿，咱就炸2箱。哦，嘿啊。讲这个丽丽哦，就有爱心的。是，真的呢。咱食的拢拢会传咧，传10几箱的吼。无啦，无遐济箱，减一下。看桌顶几个拢总是10几箱，你遐2顿炸2箱呢，你若一礼拜炸咧几啊10箱。无啊，就回去再搁洗洗咧啊。是啊，大家爱注意。对，因为热天吼，就是因为这天气的关系，这种就搞会滋生细菌嘛。我讲吼，不管是食的卫生也好，咱的睡眠呐，迄困的所在，还是讲咱的生活日常生活卫生拢要就注意。尘螨。哦，对，迄嘛引起过敏呢。嘿啊，还有迄个跳蚤的。酒精加我们消毒袂歹啊。啊，夏天的时阵，譬如讲啊，咱有迄皮吼，惊有尘螨的，摕出去晒一下日头安尼。那闻有那个太阳的阳光的味道嘛，就好诶吼。所以吼，热天一定爱注重卫生。是。啊，今嘛就来看咱轻松搁趣味的特辑。来，请。啊，即届天天民事要扩建的案件吼，民事中心已经开会通过你的申请啊。啊，毋知你什么时阵哦开始要进行吼？这正都烦你呢，你这个会顶做来做去。当然，这件代志愈紧愈好。你会记得，大陆区已经开放自由行了。对。咱一定甲咱的吼，咱的民宿搁定装潢一个，上好的遐拢搁经一个景观，安尼况且吸引观光客。吸引来遮住，迄当阵哦，咱就冒险，愈紧愈好，愈紧愈好。对，哇，真啊！哇，你的想法哦，确实真正好，嘿，对时代对啦。对。像青啊，啊，你即届的计划吼，是毋是有需要人来甲你投资啊？啊，假使若有需要的时阵吼，我有这个意愿啦。哎呦，多谢你看会起啦！哇，你即摆做伙嘛拢无共啊，啊，咱两个关系嘛愈来愈好。袂讲为了你都在争风吃醋。对，你根本就无嘛。无。嘿啦，我一直拢安尼想讲，你两个敢有你陈仓暗度咧啊！即摆是哦，你敢若我顾这人的财。有。你若要投资哦，即摆已经有人投资啊。我来等来算看卖，看资金有够无够。
若无够，则麻烦你大力相助，我一定会通知你。对，哎呀，是讲青啊，你你做代志愈来愈定着啦。哎呦，人较是真客气，佫袂歹，改变了真济啦。是，是讲青啊，咱借问一下要甲你投资迄个是毋是你头家呢？袂使讲的秘密，这边甲你讲的啦。无讲嘛无要紧啦，好是讲规定到时阵就知影啦，对。是讲你是毋是要互我参加？我等你的消息啦，我有代志我先走。你这么辛苦我一定等下斟酌甲算一遍，赶紧来通知你。多谢呢，多谢。谢谢你上，你慢行慢行。是，再见。你看到困了就爱跳过看到这爱哭咧你莫走啦！你想啊？我叫你莫走啦！我就要走。我若有做什么代志，你会当甲我讲啦，我一定会改。我求你莫走啦！你即摆讲遮侪拢无啊？我就要离开你啊！你想啊？这要求，你有要紧，小姐伊走啊啦！要紧，见走一步好比对半。我你讲，这摆少年人真正有代志，佫会欺负你，这款的真正毋是人啊！哇，伊全部就拖我袂起啊！慢来讲，无要紧啦，你还像你这么少年，这么水，高水，规身躯亮个 Q 啊，迄个人唔捌会啦，无要紧啦，我无想要活啦！莫激动啦，你是安怎来遮？哇，你莫甲我转啦！你莫甲我诱啦！小姐，我无甲你诱，是你甲我。你莫甲我转啦！无吧，你一定通去找死路。你莫甲我转啦！莫激动啦！我甲你讲吼，这边来做吧台，我这边来做景观花园，所以中来挖一下喷水池，暗时电脑搁甲烧咧吼，跳水舞哇，安尼这景色是全是美，保证赞。哎呦，哥哥，这吧台，这个景观，这个乌水池，搁有水舞，吼，安尼袂用哩啦，爱开足侪钱的呢。哎呦，咱要做啥物代志，做上盖赞的。我跟你讲，钱毋是问题啦。袂用哩啦，阮阿舅特别交代哦，这边吼，咱这民宿吼要建设爱足慎重的，迄钱吼拢袂使黑白开。哦，你讲恁迄旧啊钱啊？哎呦，伊都毋捌一箍蚵仔限制，迄蚵仔甲限制条看伊都毋知倒一个蚵仔倒也是限制。我甲你讲啦，咱这个吼观光地区上重要，迄个景观哦爱做得上水。遐要省，遐要省，是要来吸引人来遮佚佗啦。我知影袂当安尼省，毋过咱就是资金无够，无够资金，这是要安怎建设啦？哦，资金哦。对哦。咱这个所在民宿这只看，我相信哦，投资迄个资金毋是问题，上重要，咱规划要做好势，人主动就会来投资我啦。好啦，无吼，阿舅转来我再去甲阿舅参详看卖吼。好，喂，你开嘴合嘴拢阿舅，你迄个阿舅无路用啦，迄食啦哦，头昏昏，脑顿啦，目睭花花浮啊，看到菜瓜，迄目睭雾，别人看到脸雾，伊看啥物代志拢看袂清楚，这种代志咱两个决定就好啊。你拢倒人下骹前后，你讲人歹话哦，君啊，你讲我不重要，我无路用啊，我啥物拢袂用，甲食饱等死就对。差不多是迄个意思啦。要甲爱话哦。爱用我，妈嘞，我只会甲你讲生气啦，足惊你啦。惊我对啦。伊是啥物人啊？我知啦，阿舅，是毋是要来住咱民宿的人客？对啦，阮遮拢是民宿，遮有2间啦，2间，这间吼是我的啦，要有电梯，较舒适。这边吼较宽，嘛真舒适啦。这是小老板。若要住民宿吼，拢爱纳钱。哦，是哦，是吼，少拖问题啦。安尼好，我这边算你较俗的，2000就好一暗。哦，少。俗哦。哦，足少的。身体正紧。真强的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身体正紧。真强的啦。
哎呦，碰风水家咧太无吧，无钱搁咧加大班，你要赚2000，我你讲啦，那你这行的哦，莫讲住民宿啦，你这行啊适合去住路边啊，困在公园啦。你怎么讲话无气嘛？小姐，莫激动，莫激动吼。我无想要我啦。小姐，阿公哥讲话讲啥笑？你袂起来。嘿啦。你甲我骗！我无甲你骗，阿公哥讲一个啦。嘿啦，小姐啊，我安尼啦，归去吼，看你要住偌久就偌久啦，我搁传3顿互你食，啊，拢莫甲你收钱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啊，你的意思毋是讲我白吃白啉？啊，你总总嘛偷我白吃？无啦，无这个意思啦，少年人较မြန်讲的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啊，你做你住伫遮，我拢莫甲你收钱。看你要安怎就安怎。小姐嘞，是咧。小姐嘞，真是嘞，小姐嘞，啊，你拢白骗我？袂，啊，我要住会使吼？会，啊，提前互你请的会使吼？好你欠。哦，我即马吼少爱囤的，我就要日天休囤，啊无你拖我日天休囤。糖。阿公我知啦，小姐这边请。歹势吼，啊我无爱叫啥服务，我要帅哥，10杯甲我服务。你要开新民宿哦？是啊。你莫看嘛，迄边有电梯，迄边倒来较舒适，食搁食较好哈。免啦，你这就 OK 啊啦。这这衰拄着这行诶。小姐，叫什么名？哇，我叫做纯情、可爱、千金、美丽、水敢若花丽，我叫做如花。如花小姐就是你公园仔带回来哦。就叫男朋友北上啦。就足激动的，讲要去自杀啊！我就硬硬叫我唔通去，唔通去啦，唔通去。看到尾仔，伊甲我叫，唔是我甲伊。如啊吼，真正吼，我安尼甲好嘴甲对苦苦，伊才无去自杀呢。哟，但是阿姑，伊看起来敢若毋是咱遮的人对无？啊，我知啦，一定是趁男朋友出来佚佗，结果雄起来男朋友放杀，毋才会激动想要自杀。这款的人吼，敢若无定时的炸弹同款，不管是对爆炸，虽然随时吼一定要甲保护。不过我咧想的哦，我是感觉咧通知因兜的人，叫因兜的人来处理他。嘛是对啦，这款人吼，我看是爱你读有啊，伊情绪无稳定，敢若迄款的得了忧郁症。不管是想要自杀啦，有诶无诶，这一定要较早通知因厝诶人来收拾，不来处理啦。阿娘话想着我会惊，想着我会惊，我伫内底舞甲规躯看。我是目睭我嘛歹吼，我看到草人啊，随倒咧讲无3分钟随讲，所以讲的声山崩地裂，规个随都要压伊，哎呦恐怖。我即马警告你哦，你吼唔通讲话去刺激到如花小姐哦。伊讲啥你逐项拢讲好，事项拢顺利安就对。但伊也毋是美女啊，我啥着顺利。我抗议！你袂使逐摆拢安尼歧视女性哦。抗议哦，是啊，迄句话我死了转来，歹势。对啦，迄人来咱遮就是人客嘛。咱咧做服务业开民宿的，本来就是要顺从人客啊。你袂当因为讲吼，他长得比较特别一点，你看人家不顺眼，你就歪插人吧。对，阮堂讲话拢对，别人讲话拢使着。我会听你的话，我好甲伊交代，堂拢顺利，安毋好？好乖哦。哪能？你敢有看哦？有看啊。有看哦。所以呢，安尼看咧呢，我是感觉吼，恁堂爱结婚前你落滚啊。啥人讲？你就明记知啊！隔摆我若咧念阮棍啊，我讲一句，伊就应咧10句。毋过恁堂吼，若讲啥伊就好，对。所以呢，也是爱互恁堂结阮棍啊，互恁堂来管阮棍。对，堂，咱明仔再来公证结婚。我懂诶。堂，手放开。放开。来这边。你要创啊？小弟哥，你是小弟哥，也是你的个性够亮光的啦。你个性若无改哦，啥物人敢嫁你？阿姑讲了有道理。哇，这先嘛是去会手顾了创无梦啊。这济。谁人嫁你啊？你家己真是吼，再好好反省一下啦。你哦，若拢唔改吼，毋较成功的吼，人堂根本就袂介意你。好，
为着堂堂我歹习惯总改掉，要做一个真正正正男子汉。你欠我。大概了，你拢伫遮。头家了，借问一下吼，恁遮是毋是有带一个小姐叫做如花？哎呦，会长，你这汤羹啊？我甲恁讲啦，为即马开始哦，恁开心民宿哦，免有其他的人客来住，只有如花一个人会当住尔。而且吼，恁大家哦爱好啊交代，知影？哎呦，稍等咧。会长你安尼讲啊对啦，明仔载吼，阮人客迄拢有敲电话来订房间啊呢。啊，若明仔载的人客吼，拢杀去天天民宿遐互钱仔赚啊。抗议抗议！会长你讲啊，就唔对啊！人客拢杀对啊去，阮这边来走去饲网，安尼阮了钱了踅了。阮啊，绝对袂互你了着钱啦。头家了，喂，这20万哦，补偿恁的损失啦。啊，你若认为吼，我感觉无够的话，随时开喙，嘿，我随时补贴哦。会长，嘿，啊，恁也对如我这样好。其实吼，我毋是对伊好啦，我含如我一点仔关系都拢无啊。恁来肯替伊省了20万。规定吼，恁大家照我的话去做就无毋对啦。只要吼对如花小姐较好的吼，是噶哦，大家拢总有红包可摕。红包，小姐，你交代我办的代志哦，我拢甲你办好啊。辛苦了，会长。应该啦。以后我还阁有足侪代志爱再做会长你。你以后若有任何什么代志，你处理免客气，你随甲我叫，我随来，我一定以上紧的速度，甲你处理好势，甲你处理完满。多谢啦，会长。我看即摆应该无啥物代志麻烦你啦，你会当去无用啊。好，那安尼我先来走吼。请。钱啊，去，我看会长哦，甲迄个查某串通好势，敢若在做歹代志哦。做歹代志？你困下你我请教咧。哦，会长甲如我因两个到底会做啥歹志？这哦，我甲你讲诶，人摕20万互你规个烧烧，你搁讲人会做歹代志？但是吼，我看因的行动哦，我有预感哦，敢若煞入要做歹代志啊。迄少年啊，整个拢穿乌衫。对啊。迄敢若黑衣队，专门伫维视的。哎呦，迄个查某敢若头家娘，敢若老大个。系啊。是讲吼，会长伊个性早就拢改安尼，因哪有可能连你伊都袂对，拢要让我咧？我看吼，毋知一定有啥物原因。管啥物原因？咱哦甲调查到详细，哦，来看嘛，水，快点比3万吼。钱啊，这我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真个用穿乌衫迄两个。有阿斯米，米阿师傅。你在讲啥？顶头要甲你教过啊，讲你问我是要问啥，我嘛毋捌咧。姑姑啊，咱出来遐久啊吼，紧带我来等啊，我妈妈的烦恼吼。嘿啦，你自细汉就知影哦。对，安尼真辛苦。关啊生气，莫搁假啊啦。阿君啊是啥是阿君啊？阿看因小弟啦。哎呀，我唔捌啦，人就甲你的名拢调出来，你搁带假，莫假啊，那演啊。我若无讲唔对吼，这位应该是开心民宿的小老板君啊先生。啊，另外这位就是天天民宿的老板陈亚先生，对无？哎呦，钱啊！伊甲咱两个落地底拢无甲1清二楚的。是咱落地我叫蒙过。不要啦，伊甲咱的底细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，就是讲有食就有元气，有烧香就有保庇。什么意思？大家听嘛知。啊，你若无食，那规身躯恁个要哪元气？无体力啦。啊，你若无烧香，那个生命要哪保庇？所以讲哦，咱一定要
登了庙，咱赶紧入去甲拜拜，对咱的心境嘛较轻松，有一个寄托。哦，我人讲举头三手有神明嘛。哦，我伊这个意思就讲做啥物代志吼，嘛咱讲的吼，咱都要有头尾啦吼，咱挂多字为迄个意思嘛吼，是无？伊求阮囝，恁囝喏？哎哟，连咪差要学钢琴啦，啊，学无一半，连咪差要学拍鼓啦，啊，咱就搁买一个鼓，连咪讲要学大吉他，咱搁买吉他。啊，恁囝甲阮囝佫无共款，安怎？伊爱学跳舞啦，学钢琴啦，学唱歌啦，啊学画画，咱会拢学这呢。啊，即摆要搁咧学哟。4岁外若甲你学。安尼真正学讲英语啦。才女。我甲讲哦，伊敢若会晓算到1、2、3，甲算到10尔。啊，我就甲11、12。伊头袂晓讲咧，一过灯后一摆就转来。就讲我听呢。哦，你咧足巧诶，有天分种着恁某啦哈。我拢无啊。有啦，你想看。其实做别项代志拢是爱坚持嘛。其实吼，阮公司有一个歌手，那当出道的时阵可能就无遐顺，但是伊无放弃唱歌这条路。啊，结果就是有一个老师写一首歌还唱，就是坚持这首歌，所以他才有今天的地位。是，我咧讲，大家就知影是啥物人。你讲哪目油啦？其实就啊，若讲到这，我嘛感觉像咱囡仔拢暑假要想去打工啊，吼，其实伊嘛是为着讲啊，要互是大人较勤课咧，嘿，办公靠家己啊，趁做对啊，但是重点是安怎？有个人无细力，就去做着犯法的代志。嘿啊，伊想讲吼，要互厝的是大人遐尼辛苦来请用，伊就想我家己趁钱来治我家己。嘿啊，结果去卖毒。哎呦，啊，卖毒是足好趁的，无毋对啊。重点是犯法呢，犯法啦。迄毋是干那犯法呢，迄若食落迄拢无救啊，无解啊。不归路。嘿啊。啊，若有遐偌好趁，伊10包才卖着3包，伊才趁1000块尔，都警察抓着。哎呦，啊，这下是迄个前途拢乌有去啊。就是讲你嘛爱去注意哦，恁囝毋是讲要去打工。加在啦，我甲参详讲，等于陪阿嬷人，伊就等于陪阿嬷。嘿啊，吼，嘿啦，安尼吼生活较有福报就对啦。安尼选一个30分钟一个到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今天天又开心呢，红向咱各位乡亲，咱讲吼，一枝草一点露，所以讲咱做万人代志都爱啊，坚持到底。孤单心稀微，想起你我甜蜜的过去，窗外的雨水是我的情泪，思念的歌不停诉爱悲，一粒心永远袂平静。才知爱你爱。